来听上帝话记载圣经雅各书新约圣经雅各书第4章第1节到第3节。雅各书第4章第1节到第3节。现着我来读。恁中间这个征战队打落来，这个三支队打落来，敢毋是对恁的宴乐，高见伫恁百匹中出来嘛？恁贪恋也无所有，恁杀人怨妒也未得着。恁三支征战，恁无所有，因为恁无求，恁求也无得着，因为恁难三求。是要开用伊伫恁的宴乐。圣经读到这，这时请陈牧师来讲道。伊要讲的题目是“冲突对心发出”，冲突对心发出。咱同心来祈祷。主，听同爸爸上帝，阮感谢主你的带领，互阮平安经过一礼拜，也感谢伫主日会当有福气要来敬拜你。那今仔日，阮伫遮来召开临时的和会，阮伫遮有中级的选举，阮求主你的神亲自掌管伫这书顶面。相信阮的和平使者的灵命操练，阮已经进到第5课。求主帮助，互阮所领受的，毋是干那听伫智慧那定，阮是爱实际来行出来。互阮安怎看见这冲突，拢总阮来归。用主来做阮的中心的时，阮其实真侪问题就会当解决掉。但叫阮要过来学习安怎来看见阮家己的责任，求主帮助。你显出阮的属灵的智慧，开阮的心门，会当明白。阮来祈祷，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伫咱要开始以前，我先呼吁一下，咱中间是毋是有人已经摕票，还未投票的？有人票搁伫你手头无？若有即摆请恁紧，较咱要先开始先复习吼，咱先写写，因为到恁到讲道煞的时阵已经咧计票啊吼，所以请恁爱即摆紧投票，若无办法，请好的人手提起来，有人为惊甲你，有人甲你收去吼。然后迄个请民进长老伫外口伊来投票了，才会使入来，莫入来再去投票，再去行出去安尼吼，破坏咱的敬拜吼。你有啥物人？啥物人有提票，还未投票的人，请即摆紧写以后手举起来，互因甲你提出外口去投票。外口的人投票了再入来吼，迄个民进长，互因投了再入来吼。望咱即段时间，咱会当安静咱的心，咱会领受上帝互咱的话语吼。咱将即个选举的代志先放一边吼。后来，咱咧和平使者的即种即个任命操练中间，咱发现讲，即个冲突其实是真侪拢是为咱家己伫遐来发生的。但是要安怎去解决呢？是互咱4个G，即个4个G内底是头一个就是 glorify God， 就是倒转来讲，咱要安怎会当带到上帝面前。冲突其实是带来咱一个好的即个机会，即个好机会要创啥？要迎神益人。咱若咱过一个真和平、平安的生活，是代表咱上帝已经甲咱三个做伙，这是一个真好的见证。最后就是讲，咱为什么要安尼做？因为咱相信的这个上帝是有大权能，佫是美善的、好的，佫然后伊是一个信实的上帝，所以咱都要倒转到伫上帝面前。咱顶礼拜所讲是第4个，就是讲，咱要三角来想讲第2部分，就是安怎拄起咱目睭内的即个影叉伫咧。咱拢看见别人目睭内的即草啊油，却袂看见家己目睭内遐尼大支的即影叉伫咧。所以头一个咱就讲起讲，咱就爱来想讲，这样代志有值咧咱来三钱啊无？互咱来想起讲，咱会当控制部分。第一个，即个事若是真无遐尼严重，咱会使包容伊袂。若袂当包容的时阵，咱进到腓立比书第4章第20到第9节，迄是保罗写有腓立比教会。因迄个教会中间有2个妇人人伫遐冤家，产生即个教会无和平、无平安。保罗写即个批信甲伊讲，你是安有点伫主常常欢喜。
然后你互人看见你咧顺良的心无？你愿意伫遐控制家己啊无？第三个是，你有伫遐用即个祈祷来代替你的看路啊无？你有无烦恼，将即个所有的事，你用祈祷、恳求、感谢带到上帝面前无？第四个时阵，你有看见迄个代志的真实无？还是你拢看见别人的歹？你有看见既然真实，既然可敬，既然通学了，既然这好代志，你有看见无？你若看见的时阵，你就会看见别人的较好的部分，做一个平衡的这种的看法，这就是互代志会当看有较真相一个。最后，咱就是会当行出来。咱所学习的到顶礼拜是讲着安尼。那今仔日咱要进一步来思考，咱的题目叫做冲突对心伫遐来发起。伫顶礼拜是咱的学习是来讲，真侪即个冲突，咱来用出一个时间，用即个时间气力再当解决。其实咱有真侪，咱来甲包容就好啊。还是讲为着上帝国的即个原因，咱来放弃咱的权利，咱真容易就当得到即个解决，得到即个和平伫咧。咱若讲到家己的权利以前，咱来先小心检查家己的责任到底是啥物。伫真侪情形下面，咱若放弃咱的权利，咱就来免去即个无必要以及袂当应神逆人的这种冲突伫咧。会记哩，咱就要用温柔、仁慈的态度，咱就当避免足侪的这种冲突伫咧。那今仔日要来问咱讲，咱冲突若要互伊发生的时，看到即个真无好的事吼，还是讲即个咱的关系无真无好，上帝名无受到损害的时阵，咱来学习安怎包容。若无，咱嘛得调整咱的态度。咱拄则已经讲起，变咱调整咱的态度，这是咱的责任的部分。包括你有点伫主欢喜无，常常欢喜无，包括你有互人看见你顺良的心未，包括讲你有伫遐一概无看路无，常常用祈祷来代替你的忧愁啊无。然后最后就是讲，你有看见事实无？就是看见好的部分无，还是见摆拢看见人的歹的部分？这是讲到咱的态度。咱会当检查咱的态度时，咱就真会当减轻即个冲突的这种恶化伫咧。其实态度是对心思意念的一种外在的表现，因为你心安尼想，所以你自然就安尼做出来。所以一切问题就是安那，倒转到伫内心来看见。改变就要对心来做起。雅各书第4章第1节，拄仔所读的这圣经在讲，咱内心上较大的问题，乃是咱的私欲伫迄个所在来产生的。就讲恁中间这精神对打落来，这三钱对打落来，兼毋是对恁的宴乐交战伫咱百体中来的吧？就是讲对咱的私欲，咱毋茫要安怎来引起的。咱要安怎来避免？这是今仔咱所要学习的。其实，上帝是利用冲突，要显明咱心中的偶像伫咧。所以，这甲咱心中的偶像有关系。咱较咱会去讲到这部分。咱先来看讲，这个冲突的发生是伫圣经中间安怎讲？伫马太福音第15章19节，以及这个雅各书第4章第1节，拢有讲起。马太福音。雅各书拄则已经读过，马太福音伫遐讲，因为对这心发出歹念头，行凶奸淫、私通、偷窃、滥散干净放毒来伫遐来发生的。所以咱看见，咱其实咱真侪代志，心思咱的心是一切心思意念、言语、行动的这种源头者，所以嘛是一切冲突的这个源头者。当你心中有这种欲望未得到满足的时阵，伊就控制了咱家己，就诚做咱这个冲突的这种根源伫咧，诚做咱所有的这种偶像伫咧。你可能想讲你无偶像，咱豆豆来讲，偶像伊产生的这种过程到底是安怎？偶像产生的过程头一就是对你想欲，想欲这个英文内底是讲 I desire， 毋是讲 I want。毋是讲我想要伫安尼啦 ，desire 是伊个意思就是讲非常渴慕，敢若无得到袂当迄种 desire。咱的这种欲望 desire， 我毋茫咱得到啥嘢，其实是咱一个动力的这种来源。但是伊有那些是好的，那些也是无好，甚至是这个错误的。欲望若无办法去互满足时，你就带来失望。
倒来失望的时，你可能有两种反应。头一个反应就是你交代伫上帝面前，毋望对上帝遐得到即个满足。诗篇第76篇的25节，底下讲：你以外伫天里，我有自罪；你以外伫地里，我也无所羡慕。即个羡慕原本的意思就是即个我欲的迄个意思。英文讲 I desire nothing， 我无迄种对无一个对别物件我拢无即个渴慕伫咧。啊，佫有一本翻译讲 I desire beside you， 除了以外，我无任何即种渴慕伫咧。你若是有即种想法的时阵，你就感觉啊，这无遐尼重要。我虽然要伫啥物件无毋对，但是毋是遐尼重要。既然袂当得到，就算啦。啊，是讲伫即个路加福音第6章的27节，莫产生迄个歹的即种物件，就是对方无爱互你的时，就是一种无好的。圣经甲咱讲，你着来听你的即个对敌。咱若会当将这代志带到伫上帝面前，上帝要祝福咱，用啥物？罗马人书第8章28到29节，伫遐要祝福咱。伊讲，这是万行书互相效力迄个性的造。搁咱在万行书3角，互听上帝的人得到利益。上帝允准这个代志会当伫遐来发生，咱看会敢若无好，但是上帝眼中是好。毋是这项代志本身是好，是伊的结果也是会好的。你若好好啊，伫遐靠上帝气力，伫迄所在来面对的时阵，迄个代志就变做是好的。你要对这个冲突中间得到帮助，因为你会成长起来。所以你若是愿意将你的失望带到上帝面前，得到满足时，你就得到祝福。若无，你就是安尼继续沉沦伫迄个失望中间，安尼的时阵会带来两个情形伫遐。你稳准即个欲望，稳准即个失望，伫迄个所在控制着你的家己心思意念。你一开始，你就伫迄个所在家己可怜家己，你有怨恨，你有即种苦毒，甚至你就开始进到伫会破坏着、毁坏着彼此的关系，甚至甲上帝关系你嘛会无去。你可能讲咱无遐尼严重啦，我敢有影遐尼严重？我要治啥物事无着选啊。虽然我无带到上帝面前，但是我嘛袂遐尼爱哟。敢有影呢？咱可能家己无一定会当知影。咱若看无清楚家己，咱看迄个囡仔因的自然的反应就是安尼。迄个较还袂读册遐囡仔，还是讲已经即个红爷仔的囡仔，还是甲即个孙仔的时，咱会当看去。伊也毋知影讲伊的世界中间爱去考虑着别人。伊若看你即个玩具，伊要挃的时，伊就讲我就是要挃即个。你若无要互伊安怎，伊就开始乱哭、闹，啥物拢来啊！迄就是伊的一种自然的一种表现伫。咱大人可能袂安尼，但是咱开始心内下伫心内，咱开始伫遐怨愤，看我哪会袂当得到这，拢嘛是安怎？哇，开始一寡无好思想想起，啊若无会当去对付别人，开始就苦楚伫内底。咱即种苦毒就一直伫咱的心中伫。这是头一个部分。我想要产生的就是对你较无一项物件。我想要 I desire， 无得到是安怎？进到伫第二部分，变做讲我一定要。英文讲 I demand。demand 即句话是有一个意思，是讲伫法庭中间嘛咧讲 I demand， 就是讲伫法庭顶面的时候，我会当得到的权是甚物？佫有一个伫咱的电脑中间的时嘛咧讲，迄个人咧写程式的时候，我写一个 demand 落去，就是我下即个。程序迄个 program 若安尼写的时阵，伊就一定安尼反应倒转来。我想要伫即个物件，我一定爱得到啊，因为这是我应该得的啊。你开始就变做即种想法得咧。当咱认为讲即个欲望是真正是咱家己所需要，是咱有达咧得到的时阵，佮咱的幸福有关系的时阵，你的较无心就愈来愈强，强到最后，你甚至会甲伊正当化，会甲合理化得咧。咱常常有可能产生下面这想法伫咧，伫遐讲，我即礼拜遮尔无闲，安尼伫遐工作，拢嘛为着厝呢？难道我倒到厝呢，袂当有一个真平静、一个安宁的即种厝呢的生活噶？为什么倒到厝呢？我拢真毋忙厝呢，是囡仔拢足乖咧，伫遐所在做作业，啊太太嘛拢已经传好啊，然后已经安尼真整齐伫遐所在咧听啊，我倒转来，我敢袂当安尼要求啊？因为我为着即个家遮尔啊认真着，咱常常啊为着家己咧合理化，